唔对，这个日头赤炎炎，天气真热，较袂着到流汗、流口，规身躯会冻寒，所以多喝水、补充水分是真重要。但是咱底茶、杯啊、甲水倒已经偌久无洗啊咧，医生来提醒，讲这个水真会滋生着细菌。杯啊、水倒若是久无洗，是比马桶水要搁较垃圾，会啉歹腹肚。夏天到了，适时补充水分，但你知道吗？不常洗的杯子可能比马桶还要脏。杯仔内底升高，保温罐内底卡真侪地底，你有偌久无洗顿办公室倒的杯仔，医生就提醒，有水所在就可以生细菌。上接看到的就是掉伫咧马桶的大肠杆菌，若是搁啉落包，得破病。说环境中有一些微生物、一些细菌，像金黄色葡萄球菌、大肠杆菌，它可能就会污染。污染到我们保温杯的话，如果我们不小心把它喝下肚，就可能会有食物中毒、急性肠胃炎的风险，恶心、呕吐、肚子痛，甚至严重会腹泻、发烧都会。无想要甲细菌啉落去，变做洗是真重要，因为细菌会伫咧外围生出生物膜保护家己。若是干那用清水来洗，根本洗袂清气。用洗碗精含氯啊，是真侪人拢会想到方法。搁有一种物件含氯断免氯。将小苏打粉倒入去清水内底，等待化学反应，嘛是甲杯仔洗清气方法。另外，若是有环保塑胶的杯仔，塑胶内底嘛可以掉垃圾啊，所以爱定定来洗，才袂啉甲歹腹肚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